Hello，大家好Minima 的一个类似于派网络的一个手机挖矿公链呢即将呢上线了主网，并且呢很快呢会在月底来开启它的一个公售。那其生态的一个通证的总量呢为10个亿其中的51%为公共的持有包括这个节点呢公共公开的发售等等其中的49%呢是团队这个天使投资人等等并且在早期呢获得这个 GSR 等全球的众多知名机构这个高达900多万美金的一个投资被称为的第一个原生的移动区块链这个依存网络成立于2018年在这个成立于2018年的瑞典啊。那生态建设呢还处于早期阶段Minima 呢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网络，具有抗审查、可扩展的这样一个第一层网络。那目前的节点数呢，已经超越了比特币的一个节点数。那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开发 DApp，但是呢，在运行 DApp 前呢，需要启动一个节点即未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网络的节点，来支持网络的发展，以及它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去中心化或者抗审查的一个要求。那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呢，将会成为这个 Minima 的未来生态建设的一个主旋律不得不说呢，最近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概念股还有通证都呈现了不错的一个上涨行情。那看来人工智能对Web3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那通过 Core 中本聪的派和 Minima 呢，可以看出未来类似的区块链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这之前呢，空投呢一直是人们获得收益的一个低成本的方式，但是呢，随着空投的成本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呢，未来这种低成本的挖矿可能会成为这个继空投之后的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啊。那么未来的话呢，可能会通过这种挖矿的形式可能采用这个 DPoS 和这个 POW 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双重的一个证明去进行一个获取收益。但是 Minima 呢，在未来能否有价值，还取决于在未来它能否创造价值。那这个价值就是取决于它的生态而 Minima 的代价的价格呢，也将由这个生态的盛衰来决定不过呢，遗憾的是，Minima 呢已经暂停挖矿了至于何时再开放呢，这个还得继续的跟进虽然可以免费挖矿了，但在诸多不确定的前提下呢，也存在一些风险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虽然这个 Minima 呢有着比较光鲜的背景或者以这个 GSR 等全球知名机构的投资，那只能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移动区块链的依存网络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个呢肯定是未来一个趋势，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呢，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个 PC 端这样不利于这个区块链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性。并且它有一个长期的潜在价值。那如果希望呢在短期内获得良好的回报呢，那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说价格上的一个波动性可能呢它这个不一定会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去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公售的风险公售呢一直是大多数人认为获得便宜筹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尽管这样呢，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去参与到一些这个公售或者一些比如说市面上所说的私募的，那基本上都有这个破发的风险那上线之后呢，可能会高开低走，那也就是你高开上线之后呢，价格还可以，但是你要卖的话呢，可能这个可能不一定会卖到你这个成本价，可能成本价有的时候幸运的话可能成本价，有的时候不幸运可能就离成本价比较远的位置了。所以这个呢，它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那么第三点呢，移动区块链的网络呢，短期内呢，它很难形成这种规模化的应用比如目前的话呢，也有基于这个移动端的这样一个区块链网络，但是的话从这几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它的这个生态的发展呢一般因为这个我们有看的整个的一个区块链还是在停留在这个 PC 端的这个这一端想要向这个移动端转型的话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认为这个时间很快。那未来是否会得到一个持续的发展呢？是一个比较未知的一个数字但是如果你看好未来的一个发展空间呢，那可以保持长期的跟进，或许会在下一个牛市看到有所起色。
所以呢，短期参与呢可能会存在未知的风险啊，比如说这个项目很有可能啊，这个在中间呢可能会因为某些未知的因素呢可能破产的啊，就像我们在去年经历了这个呃几几个黑天鹅事件，包括 Luna 啊，包括这个 FTX 啊，这些全球顶级的一些项目和平台呢都有这个归零的风险，那我们一定要去预防。所以说呢，这个风险可能还是来自于架构和项目本身，而物联网呢也将会成为未来 Web3发展的另一个大趋势。而作为老派的物联网区块链 IOTA 呢，也最近呢也有所表现啊，并且呢开始推出自己的 EVM 零知识证明的这样一个新的功能。那作为专注于二级市场交易的朋友呢，可以多多关注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那第四点呢，就是采用率呢是区块链网络未来发展的唯一共识。如果没有这个企业或者团队采用这个区块链去开发更多的应用的话呢，或者不能和其他的区块链进行互相通信的话呢，也很难形成规模化的发展。所以呢，对于一个新的供链呢，不妨多一点耐心去观察。如果一切都平稳了，那再入场呢也是不迟的。因为所有的一个区块链未来肯定是需要有应用的，没有应用的话，那可能只能停留在炒作。那如果除了比特币之外的这些公链的话呢，如果说没有应用的，可能很难去被市场认可那有可能会在炒作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归零的风险也有的。好，那以上呢仅是个人的一个看法和观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了，还没有关注我的呢，可以先关注、点赞、收藏。红哥呢在这里拜谢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